罗卡交换定律。罗卡定律。罗卡交换定律，两个物体接触，听说会产生转移现象。所以在你们家里面的发生劳资客听到证据，查出徐朝兴妙案的真相。徐朝兴没冤枉死，让他少检把传言盘，要起诉，佢喺先本查嘅冲动，再对嗰個地方接下來，自抽吹了徐朝興的腿部骨折不是坠楼产生的，他的骨折是由外力撞击所造成的。冇辦法面對，兩個好朋友嘅下場，親密嘅庭出庭作證，本了證明付出代價。有没有你女儿消息啊？在美国过得怎么样？有啊，一直都有啊，不过也跟没有一样。小孩大了，管不了了，反正他高兴回来就会回来了。啊，你呢？下个月满3岁了吧？对啊，还是一样，皮得不得了，管都管不动。很可爱啊。最近勤务比较忙，每次啊，回到家里头看到他跟我老婆黏在一起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跟小孩子黏在一起的时光，虽然很累，但是很实在。你呀，小孩还小，不要那么拼了。我不拼行吗？是不好的示范。你有时间啊，就多陪陪家人，不要搞得跟我一样。
叔啊，欢迎。哦，你来啊？我都来插一下。喂，慢行诶。请。对，我这泡光棍茶吼，开袂少钱买，真干甜也真易熬啦。您看下。对，你的手啥啊？年轻的时候跟人家砍砍杀杀，医生呢也诊断出我的神经啊受到损害，肌腱呢也不太舒服。最近呢天气变化也大，我的旧毛病啊又复发了。对，你家己吼年纪也有啊，家己保重家己的身体呢。我打算啊金盆洗手。阿宝，你跟我一块离开好吗？对，你今麦是在讲算笑哟。我结冤太多了，仇人也太多了，我的业障呢，根本没办法消除。我如果这样退出的话，对其他人来说也是好事吧？对，我无你这种福气甲勇气啊。阿宝，听说徐金良回来了。阿良，阿良你这趟要处理啊？我也以为啊，这是外面的传言啊。阿宝，对啊，你是不是跟他有什么样的冤仇？无啦，我哪有可能甲这个人过完手啦？你要是有跟他结什么冤仇，我劝你赶快给他做解决。我知啦，对。这个人啊，是个疯狗，跟他说什么道理，他也不会通的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对，你敢有需要来安排一个大的所在？我边仔还有信任的人的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好啦，大的房间。这种日子啊，我也不想再过了。真的唱的好好听哎，好。对，你的名字，你有英文名字吗？有啊，安妮，安妮呀。那么难听还可以说好听，我真的服了你。歹势哦，可能是大爷坏摕的啦。我喺讲这6个时节啊，佮词条无呛哩。总讲啊，佮录样机经常这个用，故说一直发生那个问题啦。人家都有拷贝冇啊？有啊，也嘅话，俺不呀，就做得来拿哦。冇关系啦，聽講嘢我再來嚇。還係講，最近唔想看另一本嘅人形卡通，一下另一本當流行哦。人形卡通？係啊，立條面後嘅英雄啊，搭上你細細嘅世界都想去做英雄哦。最近唔聽說啲啊？冇見咯，冇好做英雄啊。好咧，落先啦。好啊。
哦，什么啊？唔会啦。赵明啊，你给我少一个杯子啊！哎，该不会是整瓶是要留给我的吧？我没有关系，我没有杯子没有关系。你是茶做唔得啉酒啦？我少喝一点。做唔得啦。这，哎，张磊，他真是太小气了吧？是茶啦，平安是茶。是茶啊，哪个女生？哇，已经变成这么健康的样子了。用啊，咩黑啊？南上本这面哦天无寒啦，有得吹哦，因我被买转来嘅。哎，亲捧拍嘞，这我们难得聚在一起吃顿饭嘛，大家欢喜就好。有个菜啊，对俺来讲是人间美味啊。怎么样？爱吃谁啊？莫安尼讲啦，样啊，当日就做咩？有嘛个迄白菜，汉地哦，臭腐卡炒唔起咯，地杯肚五杯哦，都变高的咧。按做假，你发觉哦，我单位做卡事哦，变到强强力力哦，很爱专长嘞。哎，他这么贤惠，以后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他，让他好好发挥一下。好嘞，吃饭啦，吃饭。来，用我，冇麻吹啊。哎，要和小梅、张罗警校给他咱们仨一起拍的。是啊，几年了6、7年嘞。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！还记得给他，我好像在办一个什么抢劫的案子，然后坐警车赶过去的。是啊，还记得哦，叫做犯人哦，还坐啲查档风嘞。嘿哦，是啊，你唔记得啊？唔记得嘞。冯次郎啊，发传还在看这个日本推理剧啊。是啊，看都22集啦，那到12集我就放弃了。哎呀，他能休息我就多休息，绝对不碰啊任何跟工作有关的东西。哎呦，北川哦，看野做小犬吧，讲下看野好了，老家嘅灵感带出来。我就讲判案，那可能老天师穷用系咩？就黑呀。对呀，是水果啊。哎，九明白谁哦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哎呦，还有安尼无限哦。没啦，我想回去休息，有点累了。哎呦，也练过切到位咧。哎，拍谁，我吃一个啊。好啦，给下次来黑啦，哦，安排来食。好，谢谢啊。唔会啦，张来了啊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来送你啊。好。也真嘅冇爱送你转哦。哎呀，唔是啦，我有冇事酒，不传啊，莫讲一笔啦，我连一滴酒都冇接到。你呀，真的太好了。你看，欠咧哈，就老人讲啊。啲矮了，所以安部挺讲一张转啊。冇一个操的啦，我还是睡我的狗窝啊，比较安稳。哎，有过后去看身体冇啊？有啦，我都有按时吃药，唔是少啦。哦，好，你早点休息了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来，生意等人啊。好。听说大姐要结婚了，对啊，那是什么时候啊？年底的时候应该就说明。那对象怎么样？看起来是。看嘛个啊，还有养人咯。问题动态。一条内裤带冇中意嘿？冇啦，硬盘得呆啦。我管人哦，勉强按现场就给破事，南上老几哦，从欧洲啦。
今日骨带买倒来，就迄老 Q 的问题来伊听到带。好啦，唔就唔知哦，你条内骨带痛的又痛的。哎呀，就会想我看哦，带电哦。可以有一个老以前冇穷样。阿弟，唔是落来啦，东西应该然后你拿好哎。你真主动啊！也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工作。我们嘞，早上某解剖，有一个命案现场，你一定要跟我去一趟。你也啦。哎，东西我来拿。来拿。有这么神秘吗？等一下到诶，唔像第一啦。这里，唔错，可以啊。当我听到地点是这里的时候，然后你让他汹涌，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法医都嘛，王警官，就会记啦，记住会新来的法医。啊？叶庆台法医人呢？他今天没空，要我来协助验尸。今天是你啊？好，跟我来。你应该没有来过现场吧？没有啊。哦，对哈，我想起来了。20年前，我们来过这里办过案。要这种就地重游的感觉。没有。你是目击者，我是这厂房的老板，你是厂房老板，那你什么时候发现死者的？因为厂房最近要整修，早上的时候我来这边开门，结果一进来就发现里面躺一个人。那你之前认识死者吗？不认识。那这厂房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偷，或者是有什么被刻意破坏的？有没有？完全没有，我的厂房已经空了好几个月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。阿 P 来。老板，等下麻烦你一下哈，把你的基本资料留给我的同仁啊，好，麻烦你了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外面麻烦填一下资料。这凶手啊，要不就是随机挑选犯案现场，要不就是有特别的目的。你看的怎么样？这是第一现场，胸膛上有大片血迹，手腕上有伤痕。根据血液的颜色、尸僵现象来看，死亡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。这个是凶器吗？虽然死者身旁有刀，但他杀或自杀仍不确定，而且现场没有明显的破坏迹象，更加可疑。来，你看这墙壁，墙壁上有刀痕，老旧油漆脱落，而且地上有血迹，可能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扭打。好，我等下请鉴识人员把厂房内的门窗都做指纹采样。
去买薰啊，该买牛吧。你今仔世界吼，穷啊啦，拢要爱钱啦。啊，而且吼，佫特别放风声，讲较早反背伊遐人哦，伊一个一个哦，拢要甲伊收起来。即摆你敢知影伊报的对象是啥？啊无啦，虽然伊即马吼还袂真正吼对什么人动手，啊，但是哦，蛮无听着讲哦，什么人敢拒绝伊呢？所以我了尽消灾啦。啊，不过欧巴，你家己要特别注意啊，你啊。我知啦。验尸报告等一下给你。信阳法医，那我先去忙了。你过来一下。那个地方有搜证哦。好，我知道。杨伟呢？哪一天吧，都到同一场地发生命案了。到时候都有替排个时间，有马来贴数给，说不上来，那就会吃到懂奇怪啊。母后胡思乱想的，不是同个马路、同个十字路口都会有事故发生的吗？呀黑了，你们干法医的讲究科学证据，你新丫头买离了。用按给我印绑这一弄。我马该事情了，我现在就去看看，看你对马该情形。大爱，最早都係黃太事啊！水大大，水大大睇住啊！啊，敢讲柯振良一定找到伊啊！干个死伊啦！确认一下，是不是你们老大沈耀庆？是，他就是我们老大。外面。你不知道你们老大昨天晚上回到旅馆之后又干了什么吗？我昨晚亲自看到他进房间的啊，怎么会？你们从台中上来是要干嘛？老大就说他要去参加朋友的聚餐啊，我怎么？好，没关系，你把你们老大去过什么地方，跟什么人碰面，通通告诉我。让他进来。哦，恁家完全拢无变的。阿宝，你应该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来找你。你上次来已经是2年前的事了，对不对？2年了。要不是为了办案啊，我根本就不想来。最主要的代志，敢是你？我甲细路大个食饭啉酒，我讲了真投机，也真欢喜，嘛啉了袂少酒。我搁请目睭送伊走，伊搁互司机载走，伊做代志真顶级，连我即马也唔知影伊住咧倒。我有去过你们那一家餐厅啊，我也问过了，他手下说的跟你一样。最近不要乱跑，我会常常来找你。
森哥，水水老大到底怎么死的？目前还不清楚，可能是自杀，也可能是他杀。水水老大他跟他前妻离婚之后，他前妻被他自己的男人所杀，对方先将他勒毙，之后再上吊。水水老大他现在也先勒毙再上吊。他前妻叫什么名字？这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好像是在一间工厂被发现的。报传啊！20年前被勒死的那名女性，请马该啊！我在找当年我第一份验尸报告，我记得上次拿出来看过啊，随手一放，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。哎，你跟我说什么啊20年前被勒死的那名女性，跟老沈耀庆有婚姻关系。啊，对哈，替阿快给骗。死者是柯淑芬，女子先遭到绞死，再放上绳子，不是因为上吊而死的。什么？勒痕极深，呈现淤血发紫的状态，但仔细看这条勒痕，却是2条重复的痕迹压在一起，其中一条较浅的，是麻绳留下的勒痕。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女子死后再放上去。另外，那条绳索的宽度根本无法套在2个人的脖子上面。哦，如果是自杀，应该不是同时上吊，而是前后分开。你可以去检查那个男人脖子上的勒痕深浅。只是柯淑芬呢，还给当时的男友，做孙佑全。20年后，柯淑芬的前夫被警察被手死掉，太巧合了吧？也嘛个意思？变无推变嘛该啊？古时候死早，迄无吵架、无在乎，也感情的问题。忘了告诉你，现在不名喊做沈耀庆，给总部地的角头老大，绰号水蛇，给他一个上海金盆洗手。故说行事比较低调，但有听闻过，那段时间并没有任何人共斗要对小妖气下手。柯淑芬也给安呢，还很提一拜合作的案子。你为什么要杀死柯淑芬？那是个意外。你在命案现场的时候不是这种态度哦。我只是想要吓吓他。你是说你本来没有要置他于死，一切都只是意外？我们本来约好了要一起殉情的，可是他反悔了。那他对你怎么了？他要跟你分手？反正都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嘛，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啊。我也不想活哎。好，我们都已经鉴定出死因了。我告诉你，他的死因是死因是大脑缺氧，颈动脉阻塞，血液无法传送至脑部，眼球里的结膜出现点状出血。这种现象是因为颈部静脉压力升高，这种压力会传到眼睛的血管，造成渗血，所以才会出现点状出血。勒杀是他杀，而上吊是自杀。对死者来讲，有很大的不同。死了，不代表什么事就没有了。听到没有？
我哪有可能会创死互水流大啊？好啦。下大个，迄个光顾食足烦的，迄用做来遮循环水，下咱生意都免做安尼。对。老板啊！即马大家人当作吼，我抬这个水流大个。啊，哪有可能啦？迄是误会。这根本就是误会啊！说说伊啊，这无家己代志。对啊，我加无一个啦。我是感觉吼，水蛇大会死吼，一定是人甲做掉，甲目睭骨老哩的啦。你无哪有可能自杀，对不对？这我嘛有想过，但是我伊拢想过，为什么我甲人结完仇，人去找到水流大的遐伊？嘛对啦。说说伊啊，我今日找你来吼，是有啥代志要找你参详。大个，你讲参详，咱就生疏伊啊呢。咱期间就搁参详，你固定就好啊。安尼好，我希望吼，你转来我的脚场帮我做代志。这阵仔人手咧欠，而且你的电动机迄边就直接找人去代替就好啊。大个啊，电动机遐就无人啊你。啊若找无，规气收起来。沈耀庆就是住这一间，那其他人呢2名手下住一间，司机住一间，都住在水蛇老大旁边。好，谢谢啊。有件事想要和您商量。你请说。这件事能不能不要让别人知道？毕竟会影响生意。你在担心什么？命案又不是发生在这里，难道你有什么知道的还没有说出来？没有，我们绝无隐瞒，一切配合警方办案。有谁知道沈耀庆住在这里？我们老板和水蛇老大是好朋友，我们也会为他保密。请问一下，这2天有人来动这个车子吗？这2天没有人来开，那你还记得司机长什么样子吗？很普通的样子，口音不一样就是了。口音不一样啊，听起来不像是台湾人吗？真抱歉啊，我来晚了。解剖的结果怎么样？是这样的，胸腔心脏处有2刀，再加上手腕2刀，全身上下共有4个刀伤。除了刀伤、挫伤、淤伤之外，还有殴打痕迹，显示死者在生前有过反击。所以你在现场墙上看到的打斗痕迹，真的有发生过？对了，心脏的2刀造成心室大量出血，但奇怪的是，2刀的角度跟深度都不一样。第一刀斜插进去，由左至右，深度大约10公分。另外一刀，深度有15公分，角度是由高而低进入的。所以沈耀庆他的求死意志很强哎，他往自己用力刺了1刀，然后拔出来，再刺1刀。死者左手腕的伤其实损及到动脉，却不是致命的死因。重点是完全没有犹豫的痕迹，这2刀割得很迅速，伤口很平整，完全不像是自杀人应该出现的特征。沈耀庆要取得枪支应该很容易，如果他要自杀的话，为什么不选择用枪呢？自杀的人通常只会选择一种方式来了结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他已经捅心脏2刀，再割腕，简直是多此一举。沈耀庆的手下说，当天晚上他进到饭店休息之后，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倒是隔天的早上，司机跟沈耀庆的手下说：“老大，老大，你起来吗？”在啊，大舅还没醒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
还有，我先出去替短孩处理点事情，晚点再回来载他。他很累，想要多睡一会儿，把早上的行程都延后。司机有说什么吗？司机根本找不到人。司机的名字叫做阮富华。你有想到什么吗？啊，没事。哦，对了，他右手的这个旧伤痕，右手有开过刀的痕迹，肌腱有发炎的现象，神经也有受损。好，我会去调阅相关的病历资料。怎么看都不会像是自杀的样子，而且不排除左手腕的伤痕是凶手故意加工的。可是如果是死后加工的，凝血程度不是会比较低吗？他左手的伤痕看起来并不像。如果是左手腕的伤痕跟刺进心脏的时间差不多，只相差几分钟，那事后加工的伤痕凝血度仍然很高。博士，你可以懂点上吊案给后续应用的吗？简单个是孙佑全，民风院罪被关了，不过俺们地区有假释出狱冇？用啊，有什么想法吗？冇啦，那凊彩闷闷呢。哎，队长，哎。喂，是我。哎，江湖救急啊！那个，能不能多借我点钱啊？啊，不是我没钱，我想多带点钱回去嘛。哎，喂，哎。喂，巴萨，还忙衰哦。阿传啊，用的还忙衰啊，叫我点的啊。看带啊，孙啥上安全。录影带啊，青菜看看就好哎，不要当真啊。人生啊，同做起相样啦。哎，巴萨啊，海棠讲永远看到许晋良，你应该做少点哦。慢人讲的啊，也不是讲慢人拢会讲嘅啦。推房哦，唔好赢的，唔好留起哦，正面堵斗哦。巴传啊，邪不胜正啊。本州警察啦，弹枪抓不抓得到，无嘛该好不好惹嘅问题。不过亚哈呢，首先要解决的是沈耀庆这个案子。他看案呢哦，留下来嘅线索已多啊。凶手吼，没顾没乖，颠倒咩都去搞啦。好，早点休息啊。海迪。
こんなに早く人殺しを犯すとはな。なんでしてんの？おい、被害者は冷凍庫で凍死した。でもそれはな、全て犯人の計画通りやったんや。ええか、零下30度。毎分1度、30分で意識は朦朧。1時間で死体の出来上がりや。でもな、そんな流れ作業的なものには落とし穴があるんや。黙れ！俺まで殺そうとしてんのか。ほんまにアホやな。ドラえもん。お前はお前にだめよ、だめよ。你当年杀害的女友，她的前夫，在同样的地方身亡。沈耀庆，你还记得他的名字？啊，当年事发之后，他曾经试着要来找我，但是我那个时候因为害怕，又觉得内疚，就没答应要见他。之后沈耀庆就没再来找过我了。他有威胁过你吗？他没有对我做过任何的威胁或者是警告。我信佛10多年了，透彻了很多。我会请师父替他们2个人祈祷。今天晚上，我也会替沈耀庆念大悲咒。你来找我的目的，到底想知道什么？我也不晓得，心里有个念头，就想过来看看你。杨博士，你有疑惑了，甚至动摇了，是吗？可能我想太多了，抱歉啊，打扰了。杨博士，我想送你一句话：愿意的，命运领着走；不愿意的，命运拖着走。这听起来不是佛祖会说的话。的确不是，但这是一句好话，是一个哲学家的名言。大个电视真正要甲收掉吗？也唔知诶，等看。但是我感觉，你感觉啦是啦，内底清清诶啊。大个。啊这啥啦？啊咱电视六点少，是我乖啦。哎呦，到底有案件？三分话你吹来，啊内底有你抄了了啊？问你家己啦。看你即摆是要搁找啥物人来甲我吵咧？啊你敢有遮好吵？所有大家拢甲保证。你要搞掉人了？乃伫10年前资料给他，那张发现，那验过的案的哦，很多，了到生命，
清明都变做头尾底度一桩桩嘅拍字啊。唔系帮死者供发呢，唔系帮死者偷空偷呢，唔系马个拍字，唔系资料，是一个个的良心。我从来没有听你这样讲话过，用啊？冇啦，我去提倡啊，应该行较慢调的，莫按急。爱谢坤就谢坤咯。哎，八传啊，我听局长说，他不是答应你要加速人才的培养吗？那你怎么休息啊？应该休息的是我吧？你看，唉，我要去工作喽。小罗，到底呢？你是怎样啊？无啦，你那个锁定有搞乱啊！你没有对他怎么样，他会来乱你哦。小罗，是你先动手的呢。无啦，这嘛袂使怪我，啊！你当初是甲恁所长就车无好势，你也车好势，你根本嘛袂不过呢。处理一下，我帮助一下。我欠你哦，你有付我薪水吗？是无啦，当初是我嘛听你听袂少的啊。这个好处理一下。你乖一点哦，自己好好反省一下。所长啊，你的面有安怎无？一点仔伤尔，不要紧啦。阿成啊，小罗莎的代志你就莫阁管啦。外面呢，还阁有真侪歹人爱掠，这个毋正囡仔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你无必要了遐尼侪精神伫个身躯顶。所长，歹势啦，小罗莎还是先交给我好不好？拜托一下啦。阿成啊，你的个性有一天哦，你会死伫你家己的手头。小罗莎，我会当目睭金一蕊，摕一蕊。不过咧，伊的电动店肯定是爱关门。当然啦，这个我只管得了小罗莎，其他的事情我管不了。电玩店该抄就抄了。好啦，谢谢啊。喂，我这代志哦，感谢啦。我问你啊，那个水蛇大的事情，是你们黑豹干的啊？最早代志，迄一定毋是新闻啊啦。但是我甲你清楚一下吼，阮乌爸是无可能抬水蛇大个啦，无利润啊。我利润真大啊！安怎讲？黑豹不是他干的，那有人陷害他了。那谁要花那么大力气陷害他？不一定是许俊良啊。许晋良怎么可能啊？你不要随便报一个人给我嘛！许晋良的做事方式你不知道。他如果对黑豹不爽，他就直接把喷子带去就开了啊。说的也对啦，不过许继良最近也可能换了作案方式啊，不然你们警方现在也还找不到他。现场的脚印凌乱，推测不止一个人。你说的没错，现场可能发生过争执。监视人员还发现大门没有被破坏，不过在大门的地上发现了一些铁丝，推测嫌犯可能是用铁丝开门。因为这个大门的门锁只是个普通的锁头，我们也采集了锁头上面的指纹。不过门是紧的呢啊。没错。如果推测嫌犯是从窗户离开的话，那就不能解释了。所以我们也采集了窗户上的指纹。门把与窗户是相同的指纹，是同一个人。无沈耀庆的指纹啊。没呢。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凶刀上没有任何指纹。怎么样？想到什么吗？
我是无可能啊，俩老家头有乜个关系？不过，我听到沈耀庆司机的名阮富华，我亲像对那位听过呢，我就去查，原来啊，也民国72年啊，大陆劫机到韩国的劫机义士。他们那时候好像有6、7个人哈。当时他们还被当成是英雄，还给了他们一大笔钱。现在怎么沦落成司机了？你请到阮富华吗？目前没有他的下落。之前你去查沈耀清的查案，然后给带过丽莎，都没发现任何东西啊。沈耀庆根本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再帮我看一下啊，赚了3公。用完了。你确定是他吗？那他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来询问前往大陆、菲律宾及泰国的机票。不过他倾向回大陆，只是机票不便宜，要第3地转机。还有身份敏感的问题。你也知道他的身份？是啊，我这有留下他的扣机号码，可以给你。好，谢谢。那个，小刘啊，有便宜的机票了吗？那个阮富华先生啊，我是刑事局的警察，有没有空跟我回局里聊一聊？我怎么了？没事，先不要想太多啊。有赚，吼，今日有赚啊，赚真济咯。喂，豹哥，谁啊？豹哥，进良哥甲你问好啦，伊走路无甲你请安，惊你甲袂记住。阿良，伊转来啊？啊，那你敢有啥物需要啊？阿良的意思是，只要豹哥淡薄仔意思，较早的代志就准拄煞。这一定的啊，当然。我知道啊，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啊，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吃多了才睡晚的吧。那可是案发之后，你为什么就消失不见踪影呢？其实我早就想离开最左岛呀。我单纯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机会。所以我最近忙找工作，想要重新开始。那你为什么要去买机票啊？我嘛，就想是回大陆去看看，重新开始嘛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应该就这样了。哦，对了，你没有当过兵吧？当过，我在大陆当过的。我是问你在这里应该没有当过兵吧？要麻烦阮先生帮我们一个忙哈，等一下要按一下你的指印，我们要建档。不是说好就谈谈而已吗？怎么现在把我当嫌疑犯来了？你误会了，我们留下你的指纹，就是我们比对的时候可以排除你的嫌疑，这样子应该没有问题吧？啊？好，来走。请。俺记得刚好给新闻啊，夹到劫机去韩国，变做反攻意识。
大家喊拿定国旗去机场，热烈欢迎贾中人呢。事态变得激烈哈，连中华商场都会拆的。不过再怎么变，有些事情唔会变呢。看人不能看一时，伊叫经营嘛。像阮富华也中意啊，无论佢做嘛该承认，祖国夫大家的心意，注定会付出代价。你别跑！安眠药。沈耀庆体内检验出有药物反应，鉴定结果是安眠药。沈耀庆的确有服用安眠药帮助睡眠的习惯。如果凶嫌知道沈耀庆的习惯，就会很轻易的加量，使他昏迷，然后偷偷的载他离开旅社去犯案。凶嫌是想利用沈耀庆规律的习惯，来进行他的犯案计划。那为什么凶嫌不直接把药量增加到可以直接杀死沈耀庆呢？沈耀庆没有被强逼吃安眠药的现象，喉咙里面也没有药物的碎裂，胃容物检查也正常，显示沈耀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服药的。这么说，这个凶嫌犯案应该就是沈耀庆回到旅馆休息，当晚到隔天凌晨。但是这段时间，沈耀庆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旅馆，旅馆的人员也没有发现沈耀庆。不过，凶嫌有一个很大的疏忽，因为沈耀庆日前动了右手的手术，他的右手肌腱跟他神经比较无力，而沈耀庆是右撇子，可是他左手的割痕和心脏的伤痕都出刀击中。哎，你转过来，干嘛？从解剖时看到的伤口来判断，在心脏处是可行的，而且凶嫌不矮，一定比沈耀庆高。阮凤华的确是蛮高的，以我的目测，他一定比沈耀庆高。还少了点什么？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他人在现场，不能证明他杀人。凶刀上没有他的指纹。我回个电话啊。王博士，哪位？阳明山。这里。是常来爬山民众发现的。原本以为是没公德心乱丢垃圾，可是打开里面一看，竟然是血衬衫，在前面。没有尸臭味。我接获报案后来看，也发现这袋子附近有一个印有旅馆名称的小火柴盒，这让我想起最近有一起黑道老大的命案。你怎么能把案情记得那么清楚啊？因为发生在我的管区，所以我特别注意了一下。他刚好不在。你等一下，他回来。胜哥，你的电话。喂，我黄博胜。三哥，我黑豹了。老大的事情找到凶手了没啊？你怎么敢打电话来啊？我之前帮你不少忙透露点风声好不好？
你们自己出了事是你的问题，我不是来擦屁股的，以后不准再打电话来了。他妈的，干什么啊？法师，啊，嘛个事情啊？来张一请耶。嗯，这三夫啊，念到遐啊，东南财政啊，那饲料师还是没发图啊。这样子啊？没关系了，我们还有火柴盒跟保特瓶这2项证物，我已经请鉴识人员在上面采集指纹了。你还没希望验出沈耀清的血型就更好了，错吗？证据当然可以越多越好了。上次我又得继续活动筋骨了。你有想过向2、3个人来看血3个相片吗？我有通知咧。有咩事要帮我讲？好。对啊，你是要开银行哦？什么事拢未出声个啦？我想讲你咧无闲，你搁有钱？行啦，即摆毋是讲这个时阵啦。先甲他讲。要战争了？来吧！来吧！你干嘛抓我？干嘛跑？跟我回局里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啊。大生啊，做乜安排你去批练人文法？我有点精神不集中啊，人爱天数以下啦。咩人啊？那位家婆还会查案呢？哎，能者多劳，人爱天数以下。来来来。请问，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杨法医吗？没错。我一直想啊，要在哪里下手比较好，最后决定在台北，因为呢，我知道在这里下手成功机会最大。可我最怕的就是遇到杨法医验尸。这些计划对我来说不算精心，漏洞百出。沈耀清的心脏有2处致命刀伤，角度很有问题。真的是自杀的话，不可能会有那种角度。而沈耀清的右手有开过刀，力气不足，除非借助外力，才有可能。为什么动手？我早就想离开他了，但我走不了，因为呢，我债还没还完。有一次我偷跑被抓了回来，他们把我往死里打，还把我像狗一样关在笼子里。所以你以为杀掉沈耀庆，你就可以得到自由？自由？你们不觉得很讽刺吗？我都到台湾来了，我还要找自由？沈耀庆的体内有药物的反应，你早就知道他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。是啊，我早就知道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，所以呢，我找出他的药罐，放进去药效更强的药板。
为什么要选择那间厂房？我从别人的口中知道沈耀庆的前妻死于非命，去找了些资料，才知道那厂房还存在。原本以为把沈耀庆绑到那儿去，可以让他在心理上崩溃。我呢，打算勒索沈耀庆，只要钱一拿到，我马上就出国离开。没想到啊，他突然醒过来反抗。接下来呢，一切都乱了套。沈耀庆虽然很可恨，可是也没有必要置他于死吧？我已经打算一走了之，可我身上没钱，我的那几位兄弟，没有人愿意帮我。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方法，就是勒索沈耀庆。你杀死沈耀庆，不是让自己更退无可退吗？万一勒索失败，你自己连命都没有了。撕票，他本来就是我打算的。这衣服上面的血迹是沈耀庆的吧？还有这火柴以及装汽油的保特瓶上面的指纹，比对之后跟你的一样。老大，老大，你起来吗？在啊，多久还没醒？旅馆的人怎么说？他们有人发现车头的位置有变，表示有人移动过车子。果然一个人成不了大事。你们来台湾的时候不是领了一大笔钱吗？怎么现在沦落成这个样子？我一直啊都以为会有人拿钱给我们花用，毕竟我们都是英雄嘛。可我们之间有人呢，也为了钱反目成仇。像我自己，因为爱赌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跑路到台中，经旁人介绍呢，到剧作导演手下当司机。你好像很快就对台中当地熟门熟路了。这不难，买份地图，每天熟记。就像当年我们结机去韩国，我也是每天反复的练习，在脑袋里面不停的推敲。这么多人帮助你，你现在这副德行，
难道不觉得羞愧吗？我不是英雄，这世上压根儿没什么英雄。你错了。我看过很多真正的英雄在付出心血。你侮辱了你自己，你但不要侮辱别人。所以阮富华这么做，只是单纯的想要离开台湾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谢谢博士告诉我。我真的一度以为沈耀庆的命案跟你当年的勒杀案有一定程度的关联，现在证明纯属巧合。人死了，不代表什么事就没了。我记得当年你说过的这句话。杨博士，你相信命运吗？看过多少的生生死死，我当然相信。但我也相信，命运不会随随便便把人带到罪恶的深渊里，往往都是自找的。啊，杨博士，你的眼睛上有东西。木匠笔摕咯，你看。虽然无乜嘅影响啦，不过我考虑揾伊啲镜片冇。冇安尼啦，人哋先来念一下讲啦，好冇？好。行两步看一下脑杯，可唔可以冇爽快冇？照片已清楚，不过右片好像有的要模糊。好，让你调一下哈。一下嘞。哦，真嘅动清楚诶，那连对面嘅查嘅查牌号码都看到清清楚楚诶。哇，你图书真假不少哦，你看呐，都上路诶，要问一副嘛，还算便宜1,000。没人，连楼下门都锁起来，搞什么东西？黑豹，骗我！下次遇到要都好看。今晚我让我信到对了。走啊！走哦，哟。我送一条新的内裤带，人木匠也天天换新的啊。哦，无听说一天公包人讲嘛该哟。讲嘛该啊？可能有人讲我改变的啊。内裤带木匠啊，都是生活的东西，莫小按倒啦。无听说佢个讲的哦，咩嗰种我表嘅改变，现在我一种改变啊。讲到按复杂，还汤唔死了。个小苗做唔卡的啦。真嘅啊？系呀，好搞变了的呀。哎呀哦，我要改变，我要做一个好爸爸。你看，我还没人讲我改变。好啦，吃饭嘞。来。有冇水啊？这去拍案嚟系冇？冇啦，哪唔讲啊？我早上补啊，总算冇犯错，好好睡个梦。唉，今天早上起来啊，天是晴后，
相公今天没跟老朋友一起去上班了，就绕过来看一下，用啊。好啊，孙沙不你在咯。这样啊。嗯。小梅说啊，她不排除要搬回来跟我一起住哎。不排除。是正经安永讲哎。对啊。我看啊，他是职业病犯了，口头禅就是不排除。哼，牙饭都只牙偏啊。唉，他的人生啊，我看都在这些不排除当中做选择吧。焉东焉西。大成啊，其实敢有事情无人你讲啊。前一步的爱出钱，混到送医啊，现救唔转嘞。你有多掉他这样讲哦？小梅迪嘛？小梅迪啊，他要来医院接我，然后一共不可以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。虽然蛮得位，不过你还是老爱讲。那哪有马该事情能不跟你讲啊？我不跟你讲，那么东木关呢？希望下一拜谈到很好些，有是。转内情啊！你换眼镜了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我爸那个同事，无辜死在他的枪下。多年前接到线报，马道组得捉到许敬良，没想到发生的同时，本同事把许敬良冲杀，发生一次几多辛苦。柯金龙你来对啦。你知道许敬良是谁吗？啊，就靠边有只龙咩？我看到伊啊。许敬良呢是条空电，按部条张出来发通，最后西门的朋友高小军来大理审犯。你怎么来了？警方查测，许敬良挑突转台湾，刑事局审理猎龙专案小组，想办法要捉到许敬良。就连其他通缉犯都会看不起我们。跟他们注意，不会做多年，一个老太爷的安部，上海保研所的发生，总算等到了。